这算是好新闻，来关心天气变化。这2天又有东北季风影响，今日透早上介低温度出现伫新竹、宝山，干那10.3度，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雨，明仔载宜兰雨会较明显。加在拜五东北季风对减弱，水汽会减少，会恢复一分到好天的天气。若北部周末高温有机会移到25度、26度，感觉会较温暖。因为天气变化遮大，提醒所有乡亲要赶紧去注这个流行感冒的社，因为为10月份以来，已经有258例流行感冒的重症的病例，已经有11人死亡啊。流感疫苗真正病个无助，敢若今年10月以来，流感疫情已经258例并发重症，造成11例死亡。顶礼拜嘛有75000人因为流感去看诊，比起顶礼拜升悬2%。就诊的是以10岁以下学童甲婴幼儿占大多数，嘛出学生均自感染。9起校园的群聚，2起是幼儿园，3起是国小，国中是4起。疾管署讲，根据日本、韩国的感染流感资料，流行的是 A 型 H1N1，甲台湾所做的4价疫苗选的病毒株是符合。自2礼拜了后，都会当产生抗体减少流感病毒。不过，也是有不少人对流感疫苗有真多疑问。现在感染到的流感，还有可能是其他的 A 型或 B 型的流感。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要接种。今年的4价流感疫苗就比去年公费接种的3价流感疫苗多了一个 B 型流感的病毒株。那另外它的 A 型流感 H3N2的这个部分呢，也有做更新。目前全台湾还有229万剂疫苗通注，暂时是无欠费问题。尤其是学龄前的囡仔、甲60岁以上的老大人，拢是得着流感的高风险群，所以建议符合条件的人，在开放的时间内，要赶紧去注射。